外邦为虾米争闹万民？为虾米无算希望的事？世上的君王一坐起来，神在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，并伊的受膏者，讲咱爱挣开伊的捆绑，脱去伊的绳索。迄坐伫天顶的笔发笑，注笔踢笑因。迄时伊要伫怒中责备因，伫烈怒中吓惊因，讲：我已经立了我的君伫锡安，我的圣山顶了。受膏者讲：我要传圣旨。耶和华捌对我讲：你是我的后生，我今日生你。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使你为基业，将地极使你为田产。你必用天关拍破因，你必将因如同妖精的下气削碎。现在恁君王应当醒悟，恁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。当存位居侍奉耶和华，搁当存镇敬而快乐。当伊罪真惊，恐惊伊愤怒，恁便伫道中灭亡，因为伊的怒气紧要发作。凡投靠伊的，拢是有福的。